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美国的奖学金。娃娃 TV。其实从我频道开始到现在呢，常常会有人问我关于奖学金的问题，但我的回答几乎都是我不太了解奖学金等等的话。这是事实，我的确不太了解奖学金，因为我没有申请过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准确的回答大家的问题。那最近真的是因为太多人在问了，可能大家都很想省钱吧，所以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开始研究美国的奖学金，我也上网找了很多资料，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影片。那今天这个影片的内容呢，大部分都是我自己上网整理收集来的。那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或者是遗漏的地方呢，拜托麻烦请知道的人帮我补充一下咯。好，那我们所谓的奖学金呢，其实在美国分为两种，一种呢是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的钱，像是 financial aid 或者是 scholarship， 另一种呢是你必须要付出你的劳力所赚到的钱，像是你可以在学校打工啊，或者是研究生可以在学校当 TA 或 RA 等等的，这种呢是属于服务性奖学金。这种服务性奖学金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你要在学校打工啊，或者是做研究等等来换钱。好，那学校既然有钱可以给出去的话呢，那想必这后面一定有金主。那这个这么慷慨大方提供奖学金的金主是谁呢？这个大概呢又分为两个，一个是政府，另外一个是私人。那我们先来聊聊政府。政府最主要呢是发放 financial aid， 那 financial aid 呢最主要是给美国公民或者是绿卡的学生申请的。那政府的钱是哪来的呢？不用说，是美国公民缴税来的嘛。所以他们大部分的奖学金呢，都是留给美国公民跟绿卡的学生去申请的，这就是一个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概念。所以在这边我要大家先理解一个概念，那就是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的话呢，你就不要想可以从美国政府拿到什么钱了。那关于这个给美国公民跟绿卡申请的 financial aid 呢，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。这次我们主要先来讨论国际学生比较好申请到的奖学金。那既然国际学生拿不到美国政府提供的 financial aid 的话，那就只能去申请一些学校啊、私立学校或一些私人提供的 scholarship 了。那 scholarship 呢，基本上又分为两种。第一种呢是 merit-based scholarship。这种奖学金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发放给那些成绩优异或者是各项学术成绩优异的学生，这种比较是属于奖励性质的奖学金。而这种奖学金的名额一般都比较少，而且给的数量也比较少，一般可能都没有办法满足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学生。那要拿到这种奖学金呢，除了要成绩好 GPA 高之外呢，有时候他们还会让你附上GRE 啊、GMAT 啊，或者是 SAT 啊、ACT 等等的考试成绩。好，那第二种呢是 Need-Based Scholarship。这种奖学金呢是会根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来发放的助学金，一般会由政府、学校、一些基金会或者是一些私人机构来发放。那这种 Need-Based 的奖学金呢，对于国际学生或者是私立学校来说呢，又分为两个部分。一种呢是 Need-Blind，也就是说，学校在录取你的时候呢，他不会管你是不是需要奖学金，需要多少奖学金，他们只要觉得你符合录取标准呢，他们就会根据你的家庭经济状况来做出判断，给你家庭承受能力之外的留学费用，有可能是给你全额奖学金，或者是给你学费减免，或者是给你一些生活补助等等的。提供这种 Need-Blind 政策的学校呢，一般只有部分资金雄厚的私立学校才有，像是哈佛啊、耶鲁啊、普林斯顿等等的。那第二种呢是 Need-Aware， 也就是说在录取的过程中，你是不是需要奖学金会被作为一个录取与否的参考。那在使用 Need-Aware 的大学中呢，一般来说呢，需要奖学金的学生呢，会比不需要奖学金的学生被录取的机会来得小一点。每个学校的标准都不一样，他们会以他们学校的财务状况啊、学生成绩啊，或者是学生特长等等的因素来考虑是不是要录取你，是不是要给你奖学金。好啦，那我以上说的呢，不管是奖学金啊，还是助学金啊，反正就是只要你够优秀，学校自然就会捧着钱来请你去他们学校上课的意思啦。那这些奖助学金呢，一般来说国际学生申请的难度呢，都会比本地学生来得难一点，有些学校甚至根本就不提供国际学生任何一点奖学金。所以需要奖学金的同学们呢，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呢，就要先调查清楚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